欢迎各位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话题，关于我们的膝关节。早晨的台北捷运站，您是否也曾注意到许多年长者在上阶梯时必须紧紧抓住扶手，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？每踏出一步，膝盖就传来骨头轻微摩擦的声音，仿佛有针再刺一般。这种痛，很多台湾人都经历过。我必须严肃地告诉您，如果您正在忽视3种非常常见的植物性蛋白质，您的关节疼痛可能正在每天悄悄加速恶化，而您却浑然不觉。请不要在看到一半就关掉这支影片。如果您没有看完，很可能会继续与疼痛共存，但其实只要在饮食上做一些改变，就能有效减轻痛苦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个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上数字0。作为一名执业多年的医师，我在台北、新竹、台南各地见过太多病患，他们都认为年纪大了，关节痛是必然要承受的命运。但实际上，许多在台湾进行的研究都显示，饮食调整可以减少20%到40%的关节发炎反应，只是很少人注意到这一点。接下来，让我为您详细说明这3种能够拯救您关节的植物性蛋白质。首先，让我用一个您熟悉的比喻来说明。想象一下，您的血液就像是在国道1号上奔驰的机车。当道路塞车时，所有的运输都变慢，每个部位都会感到疼痛和迟钝。关节炎的成因其实很简单，当身体出现发炎反应时，软骨组织会逐渐磨损，最后导致骨头直接摩擦骨头。而我们台湾人的饮食习惯经常摄取高血糖、高盐分的食物，还有红肉和油炸物，这些都会让血管像塞车一样堵住，进而加剧全身的发炎状况。但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您不需要完全放弃所有喜爱的食物。我经常对病患说，只要改变20%的饮食内容，身体就会给您非常正面的回应。这3种植物性蛋白质就是能让您的关节重新获得润滑的前进燃料。当我们的膝关节开始疼痛，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吃止痛药或是动手术。但您知道吗？其实透过调整每天吃进去的食物，就能从根本改善发炎的问题。这不是什么神奇的偏方，而是有科学根据、经过临床验证的方法。在我的诊间里，我见过太多病患因为饮食调整而改善了多年的膝盖疼痛，他们的生活品质大幅提升，不再需要依赖药物。现在让我为您介绍第1种拯救关节的植物性蛋白质。让我为您介绍李女士的故事。她今年68岁，住在桃园。李女士的膝盖疼痛已经困扰她10年了。每次去传统市场买菜，或是抱起3岁的孙子，膝盖就会传来剧烈的疼痛。她长期服用止痛药，但又非常担心药物的副作用会伤害身体。当李女士来到我的诊间时，我建议她每周有3餐改吃含有豆腐的料理。起初她半信半疑，觉得豆腐这种从小吃到大的食物，怎么可能对关节有帮助？但她还是决定试试看。6周之后，李女士再次回诊。她告诉我，早上起床时膝盖的肿胀感明显减轻了，在中立的公园散步也变得轻松许多。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：我从来没想到从小吃到大的东西竟然能拯救我的膝盖。为什么豆腐有这样的效果呢？让我用简单的方式解释给您听。豆腐含有完整的蛋白质，包含9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。这些氨基酸能够滋养肌肉组织，而强壮的肌肉可以减轻关节承受的压力。您可以把肌肉想象成背包里的缓冲垫，如果缓冲垫够厚实，
关节就不需要承受那么大的负担。除此之外，豆腐还含有植物性的欧米伽3脂肪酸，这种成分能够有效减少身体的发炎反应。对于年纪较大的朋友来说，豆腐里的钙质和维生素 D 能帮助骨骼保持强健。更重要的是，豆腐含有异黄酮，许多在亚洲进行的研究都证实，异黄酮能够减轻早晨起床时关节的僵硬感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在日常饮食中加入豆腐呢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台湾人最爱的火锅里就可以加入豆腐。卤豆腐是很多家庭的常见菜色，豆腐炒青菜更是营养均衡的一道菜。如果您喜欢西式料理，也可以在沙拉上面放一些煎过的豆腐块。我给您一个简单的建议，把每餐的肥肉减少一半，然后加入100到150公克的豆腐。如果您不习惯，可以先从每周2餐开始，持续14天。您的关节会用它的方式告诉您，这个改变带来了多大的差异。豆腐不只是一种食材，它更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。在现代医学的研究中，我们发现这个传统食物竟然蕴含住如此强大的保健功效。许多病患在改变饮食习惯后，都跟我说他们感到非常惊讶，原来健康的秘诀就藏在我们每天的餐桌上。如果您想要改善关节疼痛，豆腐绝对是您的第一选择。它便宜，容易取得，烹调方式多元，而且效果显著。我真心希望每一位正在为关节疼痛所苦的朋友，都能是住在饮食中加入豆腐，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重新修复的机会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二种能够拯救关节的植物性蛋白质。您知道吗？80%的台湾人在超市里看过扁豆，但却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它。这其实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。让我告诉您一个秘密，在加拿大、澳洲、日本等国家，扁豆被营养师视为对抗关节发炎的武器，使用得非常普遍。扁豆含有丰富的镁，这种矿物质能够帮助肌肉放松，减少紧绷感。它也含有钾，可以减少身体的水肿，进而降低关节的肿胀。更重要的是，扁豆富含膳食纤维，能够稳定血糖，避免血糖快速上升。当血糖稳定时，全身的发炎反应就会减少。此外，扁豆里的叶酸能够降低同半胱氨酸的浓度，而这种物质与关节疼痛有密切的关联。很多人以为扁豆很难烹调，但其实它就像煮绿豆一样简单。让我教您几种适合台湾人口味的料理方式。您可以把扁豆煮成粥，加入一些海带芽，这是一道营养丰富的早餐。或者煮成日式风格的扁豆汤，加入昆布和红萝卜，味道非常清爽。如果您喜欢吃饭，也可以把扁豆混入米饭中，再搭配一些烫青菜，就是一顿健康均衡的餐点。烹调扁豆的方法很简单，取半杯扁豆，用水煮20到25分钟就可以了。如果您想要增强抗发炎的效果，可以在烹调时加入姜黄和黑胡椒。这2种香料不仅能提升风味，更能让扁豆的营养价值发挥到最大。我要告诉您，您不需要每天吃很多，只要每天1到2汤匙的扁豆，持续4到6周，就能感受到明显的差异。许多病患在开始吃扁豆后，都跟我反映说他们的膝盖不再像以前那样僵硬，早上起床时也不会感到那么痛苦了。扁豆是一种被低估的超级食物，它的价格亲民，营养价值却非常高。对于想要改善关节健康的朋友来说，扁豆绝对值得您纳入日常饮食中。不要因为不熟悉就放弃尝试，给自己一个机会，您会发现扁豆带来的改变超乎您的想象。如果您愿意为自己的健康做一点改变，从今天开始试着在饮食中加入扁豆吧。4到6周后，您的身体会给您最真实的回馈。
接下来，让我为您介绍第3种植物性蛋白质。很多人对鹰嘴豆的认识仅限于中东料理中的鹰嘴豆泥，但您知道吗？鹰嘴豆其实是抗发炎蛋白质中的顶尖选手，它的效果绝对不容小觑。鹰嘴豆含有丰富的多酚类化合物，这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物质，能够对抗体内的自由基，减少细胞损伤。它也含有维生素，这是制造胶原蛋白的重要原料。胶原蛋白就像是2块砖头之间的缓冲垫，当这层缓冲垫磨损时，每一个动作都会让您感到疼痛。鹰嘴豆里的镁能够放松神经和肌肉，减少因为紧张而引起的关节不适，而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则能避免血糖突然飙升，根本降低全身的发炎风险。现在让我教您几种适合台湾人口味的鹰嘴豆料理方式。您可以做鹰嘴豆沙拉，淋上芝麻油，这是一道清爽又营养的凉菜。或者把鹰嘴豆烤得香脆，当做零食吃，既健康又美味。如果您喜欢咖喱，日式风格的鹰嘴豆咖喱也是很好的选择。您也可以把鹰嘴豆和地瓜一起放入便当盒里，带去上班当午餐。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，我建议您一次准备3天份的鹰嘴豆，存放在冰箱里。每餐只要加入2到3汤匙，就能轻松摄取到足够的营养。这个方法省时又方便，非常适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。您不需要一次吃很多，每天只要1小把鹰嘴豆，就能帮助您的关节减少10%到20%的发炎程度。这个数据不是我随口说，而是经过临床研究证实的结果。许多病患在开始食用鹰嘴豆后，都告诉我他们感受到了明显的改善。有位住在台中的病患跟我说，他以前上下楼梯都需要扶住扶手，现在已经可以轻松自如地行走了。这就是饮食改变带来的力量。鹰嘴豆不仅营养丰富，而且烹调方式多元，无论是凉拌、烘烤、煮汤还是做咖喱，都非常美味。如果您还没有尝试过鹰嘴豆，我真心建议您给它一个机会。这个小小的豆子可能会为您的健康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。从今天开始，试着在您的饮食中加入鹰嘴豆吧。持续4到6周，您一定能感受到关节疼痛减轻的效果。想象一下，当您再次走进台北捷运站，踏上那熟悉的阶梯时，您不再需要紧皱眉头，不再需要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移动。您的膝盖不再传来刺痛，您可以轻松自在地行走，就像年轻时一样。这3种能够拯救关节的植物性蛋白质：豆腐、扁豆、鹰嘴豆。它们就像是您健康的守护者，默默地在您的身体里发挥作用，减少发炎、修复损伤，让您重新找回行动的自由。亲爱的朋友，您不需要做到完美，您只需要比昨天进步1%就够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试着在您的饮食中加入这些食物，给您的身体一个修复的机会，给您的关节一个喘息的空间。如果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，请您分享给您的父母、长辈，或是任何正在为关节疼痛所苦的亲友，让更多人知道，其实健康就掌握在我们每天的选择中。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帮我按个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记得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分享的健康资讯。也欢迎您在留言区分享您的感受和经验，让我们一起交流，一起变得更健康。谢谢您的收看，祝您健康平安。